普通罪甲拍警察的罪成立。梁天琦被判入狱6年，2018年6月份入狱服刑，估计2022年1月份才会出监。伊伫选举期间，华裔竞选口号“光复香港时代革命”，变成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代名词之一。梁天琦追求香港民主自由的精神，影响世代香港人。记录梁天琦将近1年的导演林祖颖，当年嘛只是一个大学生尔。我当年雨伞运动发生的时候，我在大学里面当记者。那个时候我拍到一半，我就觉得我感受到的东西，用新闻的方法表达不了出来。可能有些比较情感或者比较人物，但是我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剪接，然后这个就变成了纪录片。华视新闻特别到香港专访导演林祖颖，今年23岁，伊目前依然是影像工作者。一段徛伫前线记录历史的过程，非丰富的人生养分。很短的时间内，你会长大得很快，你会想很多你从前或者在其他地方长大的年轻你没有想过的问题，例如警察跟权力的关系啊，或者公民社会的参与啊。像我爸爸妈妈他们一代，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需要想这些东西，他们也可以活得好好的。香港不是这样发展的话，我现在懂的事情，我想的事情的方法可能会很不一样。香港回归后，一波一波社会运动引起独立制片、纪录片的浪潮。敢若2012年到2016年，都超过40支独立纪录长片，因反映出真侪香港价值，更加间接影响到香港人的行动甲思想。这个社会力量一直到2019年唔捌断过。它是可以传播出去，所以今天全世界可以看到，因为一些雨伞运动纪录片，可以理解那个时代的，不管是街头的抗争，或者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很多的想法。今天大家看到这个愤怒之下，这样的夏天，但如果我们不能回头去往过去看的话，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一切怎么出现的，我们怎么走到现在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吧，它让我们理解我们怎么走到现在，以及提出很多也许值得我们思考的点。10幾年前啊，我哋嚟到要學廣東話噶嘛。5個短片故事變成電影10年，暗示香港人權、民主甲言論自由受到威脅的現況，甚至牽涉到香港獨立自決等等敏感的政治議題。被當作是香港的遺言書，雖然摕到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，卻是被北京政府全面封殺。2014年，雨伞運動震撼世界，紀錄片《亂世備忘》翕到第一線抗爭畫面。因過香港各大預算，無想要吸到敏感的政治題材，包括《亂世備忘》在內，真濟雨傘運動相關的作品，一直攏無法度佇戲院上映。电影是一种艺术创作，创作应该是要彻底自由，是可以去反映你的时代，说出你心中想要说的话。但今天因为香港受到这样环境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对于创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置。但比较另外乐观的一面，就是说我们看年轻人他对这个无所无惧，看到年轻人他们愿意用他们的才华跟创意，他们比较不受到这个北京的政治压力，而愿意去捕捉自己时代的矛盾，去提出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想象。我从前觉得香港年轻人很绝望，很多香港年轻人，特别是经历我们社会运动这一代，就是2014年之后这一代，因为可能跟太阳花一样，就失败了以后，我们就不想再想一些东西，大家都很悲哀。但现在好像我们又重新，因为我们找到其他东西去做，所以好像重新可以有看到一点点不同。香港导演用镜头见证这个动乱的时代，有的用剧情片投射对未来的烦恼，有的徛上第一线参加抗争，因透过影片阐述香港即马甲未来。影像的传达嘛替香港人向世界发声，不管敢会变成最后一代自由的香港电影人，导演用家己的方式坚持着信念甲理想。看影片的同时，咱嘛为因的勇气赞叹。香港的导演用镜头来见证着香港的民主之路。华视新闻嘛继续来报道相关的电影甲纪录片。